創想家套件包含多款感應器及塑膠積木，可以搭建超過20款應用案例，完全無需任何圖像化或文字編程，所有案例均可以用自然語言透過 AI 編程 （Vibe Coding） 體驗前端 AI 技術。雷達裝置。雷達裝置左右轉動，當感應到障礙物，就會在屏幕顯示出來。智能流水線。灰度感應器只會給有輪胎的車輪通過，如感應到未有輪胎的車輪，就會被踢出流水線。寫孔機械人。寫孔機械人會因應與其他人的距離，做出後退、前行、停止等動作。智能停車場。超聲波感應到車輛，就會升起閘門並扣減車位。當所有車位已經駁滿，閘門就不會再升起。釋出車位後才可再泊車。智能密碼門。當輸入錯誤的密碼，系統就會發出警報。當輸入正確的密碼，門鎖就會打開。AI 旅遊翻譯機。翻譯機可做中英文語音翻譯。Where is the hotel? 酒店在火車站旁邊。Is the hotel expensive? AI 天氣預測。程式一直記錄溫濕度數據。Agent AI 會用這些天氣數據進行天氣預測。未來廣告牌。當感應到人走動時，就會亮起廣告牌，顯示廣告。凌空奏樂。可以利用手控制空氣琴的音高。還有更多應用案例等住你發掘，快來運用你的創意創作更多案例。